清水电火，阁有高侪小人伫荧幕上对这片改变模样。这是台北捷运新的人流导引系统。月台上的导引光条若出现红灯，代表车厢的人真多；倒边正边若是导青灯、黄灯，代表人较少，会使对两边上车。透过分散搭乘，拉开人与人的距离；另外一个是让运能提升。本土较近继续增加，较真正定定出现伫台北捷运各站。台北捷运强调，目前继续维持2点钟清消一摆，4点钟做一摆车厢消毒，守护民众的安全。不过，面对疫情欠关清零的目标愈来愈难，所落来讲真正敢会使和病毒共存。不行这样子，这样要小心，大家都要小心，就是一定要面对的吧？应该也没办法全部清零，也不是用病毒共存。新冠肺炎的这个 Omicron， 如果它走向流感化，只要它不要对这些没有，只要我们不要让这些对于没有打疫苗的人产生重症，以及这个老人或者是小孩产生重症的这个情况可以减低，那么这个病毒当然就趋向于所谓的流感化。感染科的专家黄立明嘛列出和病毒共存的条件，包括60岁以上的士大人第3剂注射率至少要达到8成，过来抗病毒的药物至少要准备总人口数的10%，才会当争取对疫情控制的主动权。不过未来敢会走向和病毒共存，现阶段大家要是较食洗手嘞，挂嘴暗，做好防疫措施。